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。今集會同大家講女巫掃把。掃把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，當時人類利用羽毛同堅果固定喺骨頭、象牙或者木製手柄上高，做成初代嘅掃把。文字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紀，伊斯蘭傳統主義神學著作《勸說者》裏邊，有學者推測女巫同掃把連結一齊，可能係源自於一種異教生育。當時農民會喺滿月夜晚月亮之下騎掃把或者草叉跳舞，目的係求農作物快速成長。而女巫騎掃把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1451年，法國詩人馬丁勒費朗喺佢手稿《女士的捍衛者》之中出現兩張插圖，一張係一個女人騎喺掃把喺空中飛，另一張係女人騎喺一支白色棍喺度飛。兩張圖入邊嘅女人都係戴頭巾，代表佢哋係阿爾多派教徒，係12世紀成立基督教派別。因為部分原因准許女性擔任牧師，天主教將佢哋視為異端。而第一次有紀錄承認騎掃把飛行唔係女巫，而係巴黎附近聖日耳曼修道院院長紀曉姆艾德林。佢係奧古斯丁神學博士。1453年聖誕節前一個星期日送上斷頭台，當時主要控訴係話佢同一個女性同居。呢個指控應該就唔係指一齊生活咁解，而係指兩個人秘密見面。因為佢係修道院院長，本身有好多限制。送上斷頭台並唔係即時行刑，首先係公開譴責。據講佢被捕嗰陣身上帶有魔鬼契約副本，主要指控話佢屈服於誘惑同勢力，為咗滿足自己肉體慾望，借助魔鬼力量同一位出身貧窮女子同居，將自己束縛喺撒旦奴役之下。每次撒旦召喚佢都一定要去。定好地點之後，佢只要騎上掃把就可以轉頭送到去見面地方。艾德林認罪，因為已經認定佢有罪，就算唔認，下場都冇乜分別，可以話係做樣俾人睇。佢承認多次為咗表示敬意，親吻魔鬼化身嘅綿羊或者公羊屁股，以示屈服，得到魔鬼幫助。每次主人召喚佢，佢都一定要去。騎上掃把就可以去到魔鬼前面。直至被捕囚禁之後，魔鬼力量對佢起唔到作用，因為認罪同後悔自己過錯，免去佢死刑，但係就被判終身囚禁，每一日淨係得麵包同水。裁判官經常指責佢墮落行為。艾德林真正被捕原因係喺佢被捕前一次宣道會，有啲輕率咁話自己唔相信女巫安息日係幻想出嚟嘅產物。宗教裁判人員致力鏟除巫術同異端人士，根本就冇辦法接受佢呢種講法。當時啲人相信女巫有一種飛行藥膏，佢哋利用呢種油膏得到飛翔能力，甚至可以化身成為動物。關於呢種油膏文獻記錄最早係2世紀末一部拉丁語小說《金爐記》，作者阿普列犬斯出生喺古羅馬殖民地，即係而家阿爾及利亞。佢阿爸係當地重要官員，佢為咗追求哲學思想，去咗好多地方遊歷，例如羅馬同希臘等等。30歲左右去到埃及，去亞歷山大途中病咗。呢個係埃及第2大城市。佢同朋友兩個決定留喺而家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。佢喺呢個地方認識咗一個好有錢寡婦，叫做普登提拉。兩個結婚之後，普登提拉屋企人控告佢，指控佢以魔法誘惑普登提拉，用愛情魔藥迷惑呢個婦人，勸誘佢同自己結婚。佢接受審判，最終成功為自己辯護，無罪釋放。1324年，愛爾蘭第一個因為巫術被判刑女士叫做愛麗絲海特勒女爵士，佢結過4次婚。1302年，佢同第2任丈夫阿當俾佢自己親人同合夥人指控佢哋殺人罪。因為呢班人偷咗佢哋兩夫婦3000英鎊，反告翻佢哋先。
愛德華一世親自出手，確保呢件事係對愛麗絲同亞當有利方式解決。因為凱特勒女士好有錢，同時係放債人，引起當時好多人不滿。1316年，佢第3任丈夫過世，佢向繼子之一查理斯提出要求收返自己嫁妝。其他繼子繼女好嬲，因為唔係佢能夠干預就會收到呢筆錢。1324年，佢繼子向主教投訴，向凱特勒女爵士提出7項指控，因為佢繼子接受過教皇訓練，將指控歪曲成撒旦精心策劃陰謀，成為之後歐洲女巫審判一個先兆。指控1：否認教會權力，呢個時候放棄信仰會被解讀成為轉向崇拜魔鬼。2：將動物獻祭俾所謂惡魔情人羅伯特或阿特之子羅賓。3：向惡魔詢問有關巫術儀式建議。4：同惡魔羅賓阿蒂森發生性關係，傳說係用人類形態出現男惡魔入女性夢境，同佢哋發生關係。5: 未經允許夜晚黑喺教堂舉行女巫集會，而且點蠟燭。6: 製造黑暗魔法粉末、藥膏同埋魔藥，成分令人震驚，包括有未受洗兒童身體部分、軟蟲、骨頭同雞內臟等等。據聞呢啲藥係用嚟腐化佢丈夫。7: 向佢丈夫落咒殺害，目的係為自己親生仔攞錢。審判前，佢同自己追隨者個女莎拉一齊越獄，去咗英格蘭或者佛蘭德斯，之後再冇佢記錄。當時佢有2個追隨者都被指控犯下異端罪。第一次將油膏同飛行信仰聯繫一齊係13世紀30年代宣道兄弟會神學家喺佢神學結論之中，以知道資料首次描述女巫用飛行膏飛行情況係1456年出版《魔法儀式和巫術》。製造油膏全部都係用有毒性植物，會引起腸胃不適，甚至出現幻覺，所以淨係可以外用，通常會搽喺私密處，例如下陰。1525年出版《論女巫或惡人》，書入面描述咗飛行膏作用，作者係巴托洛米奧斯皮納，係意大利道明會神學家同經院哲學家。佢認識一位醫生朋友叫貝加莫，醫生話佢後生嗰陣喺帕維亞讀醫，即係而家意大利北部。有一日佢深夜返到屋企，發現冇帶鎖匙，拍門又冇人應，唯有爬上露台，喺唯一一隻打開嘅窗爬入去。入到屋之後，佢即刻去女僕間房睇下，因為佢應該要等埋自己返屋企先至可以瞓。去到佢間房，見到女僕居然係瞓喺地下，而唔係瞓喺床，而且叫極都唔醒。佢第二朝早走去問女僕，問佢發生咩事。女僕話自己出咗去旅行。書入面第2個描述，瑞士盧加洛區一位公證人，係法律事務文件簽署見證人。有一日朝頭早起身，佢發現老婆唔見咗，佢喺自己莊園周圍揾，最後喺豬欄角落頭發現佢老婆冇着衫瞓咗喺地下，全身都好污糟，下陰外露。公證人見到，知道老婆係女巫，原本想即時殺咗佢，不過諗下又改變主意，都係等佢醒返之後先至再問。佢老婆醒返之後嚇到跪咗喺地下，話自己只係夜晚黑出咗去。佢出咗去嘅意思唔係肉體出咗去。18世紀挪威13歲少女證詞，佢話7歲嗰陣佢嫲嫲帶佢去布洛克拉。傳說之中一座島，喺女巫安息日，魔鬼就喺呢個島同女巫集會。佢嫲嫲首先帶佢去一個豬欄，攞出油膏喺其中一隻豬乸上高搽。佢同嫲嫲騎上呢隻豬喺空中飛咗一陣之後，就到咗安息日一座建築物。1843年文學作品，書名1325年愛麗絲凱特勒女爵士因巫術被起訴的當代敘事。其中一段內容寫，搜查呢位女士衣櫃嗰陣，佢哋發現一支油膏，佢用呢支油膏搽喺支棍上高，然後漫步或者奔馳。任何時候佢用邊一種方式係佢隨意。基本上飛行油膏同女巫掃把形象都係性暗示，
製造飛行油膏材料會引起幻覺。女巫承認將油膏搽喺支棍上邊，然後騎上去到達指定地點，仲會搽喺腋下或者其他多毛嘅地方。之前提及1324年女爵士巫術案，喺佢屋企揾到油膏，可以解釋同性有關。佢嘅追隨者彼得羅利拉米迪亞被控係同謀之一，佢被逼承認犯巫術罪，其中一條罪行指控將神奇藥物搽喺木棍上之後飛行，呢個亦都係性暗示。由飛行藥膏資料可以理解到，當時女性性慾係一種禁忌，除咗唔可以提及，連 DIY 都係同魔鬼有關。好啦，今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